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0年7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139天。就在这一天美军继续加大对伊朗的轰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7月15日下午3点，伊朗时间7月15日晚10点，咱们这边北京时间是16号凌晨3点。美军依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令，对伊朗发动当天第二波打击，就一天打击2次了，对吧？治疗的频率明显是加大了，以前是3、4天再来一次，现在是一天来3、4次，旨在摧毁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自由的相关军事设施，削弱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而伊朗卫生公共关系主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7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日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另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15日报道，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反正打死的都是平民，把那个卫队的衣服只要一扒掉，他就是平民。在这次轰炸中，果然美军出动了B-2隐形轰炸机，美军开启新一轮针对伊朗本土的打击行动。这次行动持续了5个小时。特朗普虽然没有说，那实际上这就是大耳光行动嘛。1个礼拜里面打了5回，炸了5次，一次比一次时间长，一次比一次打的这个目标多，一次比一次出动的这武器要厉害。这次出动 B-2隐形轰炸机，中央司令部通报，精准弹药打击伊朗境内多处军事设施。目标涵盖海岸防空体系、导弹发射装置、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科纳拉克、阿巴斯港以及阿布穆萨岛相关设施。本次行动旨在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而伊朗的梅尔通讯社证实，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遭到导弹袭击。法尔斯通讯社确认，格什姆岛、布什尔、乔加德克、阿巴斯港接连发生剧烈爆炸。综合消息显示，伊朗7座城市基什岛、阿布穆萨岛等3座岛屿均遭到攻击。本次空袭前夕，伊朗公开宣称当晚和次日会重拳打击伊朗，这感觉就像是铁锤行动，大铁锤，并且正式通知国会启动军事行动，数十架战斗轰炸机、10余架加油机和侦察机投入作战。有消息指出，美军出动 B-2战略轰炸机，投掷 GBU 武器巨型座榴弹，打击伊斯法罕地区核试验设施。而伊朗军方说，当天再次对位于约旦境内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破坏了该基地的美军 F-18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也发表声明说，美军14日夜袭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强烈的回击，破坏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多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巴林内政部15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日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对敌人无人机的袭击实施拦截。而约旦武装部队15日发表声明，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这是新华社发布的。这次打击不仅持续时间长，中央司令部说前一轮打击是7个小时，后面又补了1个半小时，就90分钟的轰炸。但是这次不仅出动了隐形轰炸机，最主要是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还是在白天进行的。这也是停战以来首次美军在白天对伊朗进行攻击。大白天的美军飞机和导弹无人机在伊朗上空自由翱翔，也就说明伊朗的防空能力还是接近清零，至少没有恢复。大白天的人家在上面炸了7个小时，都没把人家飞机搞下来一架，有点不太合适。那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意思说倾向扩大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是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的，川普就大规模对伊朗新打击行动召开战情室会议，这次很严重，是正式的。特朗普把有关部门的人都叫过来开会。那这一次恐怕会议一结束，就是讨论到底是大铁锤还是大耳刮子，还是继续谈判。
据3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总统周二召开战情室会议，讨论对伊朗的大规模攻势，其范围将比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打击更为广泛。特朗普似乎愿意升级战争，以造成足够大的破坏，迫使伊朗政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特朗普的核要求。在这个会议上说，如特朗普一同出席战情室会议的有哪些人？是其最高国家安全团队，排名不分先后，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豪克塞斯、参联会主席凯恩上将、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白宫特使维特科夫以及其他高级官员。消息人士称，那这个名单就比较有意思了。特朗普召开这个战情会议啊，实际上是2次，次数不多，就是讨论对伊朗动武这种战情会议啊。我看媒体报道是第一次，特朗普不是在海湖庄园吗？他不正在那个时候，他说晚上不是在聚会吗？在跳舞啊。特朗普说不好意思，我先去办个事，大家继续跳。他就出去了。出去之后，那边哈梅内就送走了。特朗普回来接着跳，刚才出去送个人，把这送走了。就这意思，反正他就在第2天就在海湖庄园召开会议的时候，也是军情会议。那次会议上，万斯就没有参加。万斯是在美国白宫是吧？他是电话接入视频，比较尴尬。也就是特朗普带着卢比奥、豪克塞斯一大堆人，国家安全最高团队在海湖庄园那儿开会，结果万斯一个人在白宫留守白宫，完了之后在那儿电话接入。这次万斯参加了，不仅万斯参加，就连那个特使维特科夫都参加了。这个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万斯大家知道，他是不愿意对伊朗动武，他是一直主张外交解决、政治解决，但是他也不敢明面上反对特朗普，这都很懂。所以说，那你特朗普要打，那我就不参加，我躲得远远的，身体不舒服，我要回家辅导孩子写作业，反正总之他找借口呗，不去。那这一次呢，为什么参加？显然的，万斯已经没有办法再推行他的什么外交解决、政治解决了。那因为他已经被伊朗人教训了，他知道跟伊朗人打交道，那简直是人家6000年文明，你才250年，你跟人家比起来，你这些孩子都算不上。人家的文化博大精深，当面的可以给你跪一下，一出门马上就说没有谈过，给咱们跪了。美国接受这个纳贡称臣，万斯都傻了，他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怎么一出门就变了？还有这样的人吗？从来没见过这么无耻之徒。所以说万斯还很嫩，被耍了，受了教训，所以这次跑来参加战情会议。那这次战情会议一开，后面轰炸就激烈了。所以说，也就是通过跟伊朗人这么长时间的博弈啊，美国尤其是特朗普那个小集团里面，恐怕反战的声音就小了。大家都觉得不打是不行的，小打还不行，得大打，至少要把这个卫队也给他打得奄奄一息。这个肯定是共识，否则你谈有什么用？特朗普在战情会议之后，他就接受记者采访，是福克斯新闻采访。特朗普说了，未来几天打击将扩大。他说，美军将在未来3天狠狠打击伊朗。正好是打完周末看能不能谈判，就这意思啊。先炸他3天再说，并强调此后打击可能大幅升级。他说，下周对他们来说就真的糟糕了，因为下周轮到发电厂了。特朗普说，下周轮到桥梁。我们要摧毁他们所有的发电厂，我们要摧毁他们所有的桥梁，除非他们坐到谈判桌前。特朗普还说，美国正在监视伊朗在搞山可疑活动。这怎么就搞山？反正是伊朗的一个山下面在搞什么地下核设施，被美国人发现了。该深层地下设施被美国和以色列认为伊朗想运用核计划，且据信能免疫空袭。特朗普说，美国的钻地弹能打得很深，并声称没人知道高山是否真的无法被这种攻击摧毁。顺便说一声，说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在高山搞什么，这只是外界提及的事。我们有摄像头监控，那里活动极少，但是即使只有一点点活动，我们也会打击，而且会狠狠打击。特朗普还说，他的谈判代表周二与伊朗官员进行了交谈，并向伊朗传达了需要回到谈判桌的信息。那个什么搞山，实际上就是叫皮卡克斯山，这山名字也挺难念的。这里面就谈到了派遣地面部队占领哈尔科岛以及占领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些岛屿，也就是美军派出地面部队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哈尔科岛。这个是3个月以前是吧？这刚开战的时候，咱们就建议主张美军受点累，
不要怕死人，一劳永逸，直接把哈尔科岛一占，把那个霍尔木兹海峡一占领，就这么着，等着伊朗人谈判。你不这么干是不行的，不这么干的一切都是你想走弯路，什么走捷径、弯道超车，想剽窃、抄袭，那都没用，还得来点实际的。福克斯新闻采访特朗普这说，谈到这个美军有可能夺取哈尔科岛，特朗普他说啊，如你们所知，我们已经打击过哈尔科岛2次了，甚至可以说是3次。我当时说的是，除了那一小块区域，即距离海岸23米以内的地带之外，其他目标都可以打击。距离海岸23米之内的那一些石油输出的那些终端设施，其他目标都可以打击。因为考虑到全球经济的影响，我不希望动那一块。至于夺取该岛的问题，而如果能将对方的实力削弱到足够彻底，打击的足够深远，我会考虑采取这一行动。实际上，美军现在正在做这个准备，夺岛准备。因为在这一轮轰炸中，美军不仅打击那些伊朗的防空武器、导弹发射阵地，美军还在有计划的在打击伊朗的那些装甲部队。那这是为什么？炸他的陆军，实际上在削弱他们的力量，这为他们的地面行动扫清障碍。特朗普他说，伊朗的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他说，伊朗就像一名伟大的拳击手，你以为你已经击败了他，结果他突然反击，给你来了一记重拳。这特朗普他不懂，就没看过《三国演义》，是吧？这叫诈死或者叫诈降。你以为他死了，你以为他服了，你以为他投降了，实际上他是诈死诈降。特朗普还是理解不了这些东西，特朗普他就开始吹嘘了。他说，在伊朗遭受一系列空袭后，伊朗突然打电话给他，恳求达成协议，但他可能会让他们滚蛋，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他说，他们不喜欢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确实想达成协议，我们会看看是否和他们达成协议，还是直接解决问题。总之，达不达成协议，那这2天的轰炸还是要继续的，先炸到周末再说，大概这意思。这个福克斯新闻记者就问特朗普说，你谈了半天啥也没谈成，你是不是找错了谈判对象呢？特朗普就只好承认，他说好吧，我现在不想谈判了。真的被伊朗人搞得精疲力尽，谁愿意谈谁谈去。万斯你喜欢谈你就谈。这万斯现在吓得啥话也不敢说，万斯现在很恼火，因为这个谈判失败，这个锅是背定了。万斯还在强调，他在一个访谈节目时，他说当下美伊对峙的局势，万斯就说了，他说我们不会无休止的做一些没有明确目标的事情，我们不会一味的轰炸再轰炸，我们只会将军事手段作为解决问题的众多工具之一。你看万斯还在嘴硬。万斯还称赞美国总统特朗普处置美伊冲突手段老练且目标清晰。万斯称，你若对方倘若袭击我方船只，我们就会打击其用来发起袭击的相关设施。然后万斯还一再说，他说，如果伊朗人民想要奋起改变他们的政府，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美国不会为了实现伊朗政权更迭而派遣15万地面部队，除非当地民众自己想要实现这一结果，并表示，如果提议向伊朗派兵，那本质上就是在说美军应该为伊朗服务，替伊朗人民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不再做这种事了，我们确实不会再这么做了。我建议万斯不要再说话了，要像卢比奥那样的把嘴闭上，话说的越多你越倒霉，话言多必失。特朗普这个人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今天说他不寻求政权更迭，明天又说那帮人是恶魔必须除掉。你万斯哪跟得上，对不对？万斯人家一天4遍，万斯跟不上很累的，那你不如不说话，让你背锅就背，背锅之外不表态，所以万斯要吃亏了。我看万斯在跟卢比奥的斗争中逐渐已经落了下风，毕竟他的政治阅历资历比卢比奥要浅。那最后特朗普要扩大打击规模，战金石会议开了，最后是什么意思？几个意思？那《华尔街日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特朗普在战金石召开会议，讨论了3种方案。哪3种？第一个，动用美军夺取哈尔科岛；第二个，轰炸搞山，这是一处严密防守的地下隧道群，与伊朗的核计划有关，此前未被美军列入打击目标。第三个是扩大空袭范围，将能源设施纳入打击目标，而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我倒是觉得打击核设施不算扩大什么军事行动，真正的扩大或者升级军事行动，
就是派地面部队，实际上就是美军夺取哈尔科岛，这是个标志，或者是夺取霍尔木兹海峡那几个岛屿，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这才叫升级，这才派地面部队，其他的不算。我们要看特朗普有没有这个胆，有没有这个种这么做。如果特朗普真的派美军占领哈尔科岛，然后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他有种，你才有资格去跟人家收过路费，是吧？收保护费。据说特朗普宣称要收20%的保护费，前面刚说完，后面电话就被打爆了，各路人马都来这个，有的是劝他不要这么冲动，有的是来问他你是不是真的玩真的吗？真收吗？有的开始批评他，你怎么跟伊朗人一样呢？人家收1块钱，你还收20%，你太狠了啊！各种都有。特朗普疯了啊！特朗普后来立马就变成我不收了，变成投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问题，咱们说过了，特朗普就是流氓治流氓。因为伊朗人要收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让伊朗闹，让美国跟伊朗这个斗，大家都在敲边鼓。特朗普突然说我来收20%，也别麻烦伊朗了，朗子你歇着吧，我来收。全世界的反都开始骂特朗普。那特朗普突然说我不收了，那朗子要收，你们骂不骂？特朗普这一招还真管用。这个当地时间7月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如果特朗普不出来搅这么一局啊，这个联合国还不表态呢，是吧？现在联合国表态了，伊朗你不能收，是吧？谁都不能收，任何的人都不能收。有联合国这个表态，是吧？你朗子你想在那儿收费，你就是非法，别做梦了。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朗子是什么态度？这个朗子的态度确实比较复杂。特朗普说的没错，他说炸完之后，朗子那边就派人跟特朗普联系，要求请求恢复谈判。这个还真是，为什么？伊朗的副外长说，他说伊朗绝不可能先低头与美国谈判。当地时间7月14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是美国撕毁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绝不可能先低头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大家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这话翻译一下就是，伊朗同意谈判，但是我不能低头谈判。我就不能先认错，大哥要面子，大哥要谈判，但是大哥不能低着头谈判。咱们把门关起来，我可以跪着谈都行，但是给大哥一个面子，就这意思啊。你看，绝不可能先低头与美国谈判，你得加个绝不可能先低头，你这不是废话吗？你把这话去掉，伊朗绝不可能与美国谈判，不就完了吗？前面加个低头谈判，也就是说，那抬着头谈是可以的啊。昂首挺胸的谈是可以的，但是低着头是不行的，明白了吧？那或者说在公众面前，那可不能低着头谈，要昂首挺胸，背后跪着都行。就是特朗普，你给点面子，大哥要面子，毛拉不要面子是吗？所以说特朗普说的没错，朗子肯定是在找美国谈判，毕竟那大耳瓜子左一个右一个的，那是扛不住啊，只有盘们能扛得住，还有亡国散人能扛得住。一般人扛不了。那伊朗的总统呢，佩泽西奇扬他说，针对近日美国对伊朗的言论，佩泽西奇扬回应说，美国的无理言论都是老调重弹，那些想要撕碎伊朗的人最终什么都没有得到。他强调，伊朗会以行动捍卫自己的每一寸土地。他还表示，美国粗鲁的言论映射的是他们自身的德行，而非伊朗。而这个凤凰卫视报道，他说，佩泽西奇扬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逝世后的首次全国性纪念大会，你不刚买下去又纪念了？你说这个国家的钱全花在这上面，你哪怕多买一颗导弹都可以，是吧？你节约一点，你这玩意儿刚埋下去，是吧？刚搞了7天还是8天的盛大的这种安葬仪式，是吧？完了刚埋下去，又全国性的纪念大会开始，不至于。你说得浪费多少钱？在这个大会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政府与武装力量没有任何分歧，任何制造双方对立的言论都不可接受。他表示，我不认为自己与军队有任何分歧，事实上我视军队为骄傲、荣誉和威望的源泉。佩泽西奇扬强调，我已经做好亲自赴前线战斗的准备，我不惧怕殉难。当然了，他说的军队是伊朗的这个政府军，对吧？这个夸胡政府军不包括革命卫队。佩泽西奇扬的潜台词就是他要跟政府军到时候一起到前线跟这个卫队作战。而这个刚才是伊朗的副外长说的，不能低着头谈判，也还想谈，只不过想给个面子，给个台阶，是吧？
让我抬着头谈，那是副外长。那现在这个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团长这个议长卡列巴夫什么意思呢？当地时间15日晚上，伊朗议会议长卡列巴夫就战事和国内最新情况发布声明。他说，伊朗从来也不会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必须竭尽全力。这个说法都是四平八稳的。我们不希望战争，但是战争来了我们也不怕，就这意思呗。我们不先惹事，但是敌人找到我们也对吧？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奋起反击。就是这些话说的没错。卡列巴夫指出，伊朗也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以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你看，这不就是废话了吗？这话里话外是吧？前面说那么多都是废话，核心是后面这句话，就是伊朗还是要参加谈判的，用谈判来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你看，所以卡利巴夫也说要谈判，所以说这个特朗普还没有吹牛，确实伊朗那边是有一批人要跟美国谈的，但可惜这些人他没有权利，他又解决不了这个卫队。卡利巴夫还说，伊朗不欢迎战争，伊朗国内通胀压得人喘不过气，老百姓要的是饭碗，不是战火。大家还记得吧？前2天伊朗是一共是290名议会的议员，有180名联名要复仇，当场读了穆吉塔巴的复仇的信。议员290名180人联名要复仇。那卡利巴夫说这样的话什么意思啊？显然要给这个议会这么狂热浇一盆冷水。伊朗不想打，伊朗也不怕打，就这个意思。完了之后还是要通过谈判来实现利益，也就言下之意，你们别在那嘴炮了，你看看能不能打得过人家。万斯现在有点气急败坏，咱们不光要看伊朗国内的这个斗争伊朗国内斗争是摆在明面上，已经现在是属于扩大化、公开化。但是美国的这个内斗那也不是闹着玩的。你看万斯15号他在媒体面前怒斥说以色列砸钱抹黑自己，天天帮万斯上热搜，实际上是抹黑他。美国副总统万斯指控以色列政府内部某些势力资助了一场运动，该运动的参与者攻击踏入伊朗的谈判，试图破坏特朗普的伊朗相关协议。万斯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叫罗根采访时表示，大家都看到了这场形势隐秘、资金雄厚的舆论行动，其目的就是破坏谈判程度，阻挠停火协议达成。万斯说，他说昨天《时代》杂志刊发了一篇报道，文章点名一批受雇人员，他们的金主是特朗普前竞选团队工作人员，而该人员又接受以色列政府内部某些势力的资助。这些人对我展开恶意攻击，只因我致力于完成总统定下的谈判目标。你说说，在美国一个副总统，一个储君，一旦特朗普嘎了什么呢？那万斯马上就总统，不是闹着玩的。别拿储君不当干部，那权力很大的。结果你看，居然被这些媒体搞得也是，他没权利给人发口罩，你说咋弄？所以说西方制度就是差一点，美西方确实在走下坡路。你在印度，你说个村长不行，那都能给你发一口罩，说不定还寻衅滋事，对不对？说不定还喜提这3、5天的行政拘留。但是你在美国，你说就这么抹黑副总统，那副总统都没脾气，对不对？只能自我辩解，也搞玩计划。万斯继续说，不是万斯说，他说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发帖，向媒体爆料等方式持续攻击我，主张美国绝不应该和伊朗谈判，应该无限期持续军事对抗。万斯继续说道，还有人恶意抹黑我，声称我受卡塔尔影响，受外国政府影响，说我听命于卡塔尔塔克卡尔森，也就是什么一个电台的主持人是吧？这些鬼话太多了。万斯说，即便以色列政府内部某些势力想批评协议或对协议有异议，我本身并不排斥正常的游说影响。外国政府一直试图影响美国，以色列如此，其他国家亦是如此。他说，我无法接受美国本土政界人士对这种外部干预左右判断，改变立场。万斯说，当我看到《时代》杂志的报道，确认确有境外势力，你看美国也被境外势力所困扰，原来不光是印度老有境外势力破坏，这美国也有。万斯说的，他说确认确有境外势力出资开展舆论行动，蓄意破坏我主导推进的这项协议。你看万斯自己承认了，他主导的伊朗的和美国这谅解备忘录就是和谈呗，这不打自认了，不打自招，是盆子自己扣上了，自己扣的。
许多收钱的人正以完全不诚实的方式攻击我。我的回应就是去死吧！我会坚持为美国民众做正确的事情。我首要代表的是美国民众的利益。我们可以完全确认，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一些人正在刻意操纵舆论，试图扭转美国民意，以使战争无限期的继续下去。你看，万斯还在对抗啊，万斯还要把这条路，一旦走上这条路，他没法回头，一意孤行，最终要跟特朗普决裂。所以我感觉啊，未来某一天，万斯和特朗普两个恐怕还要爆发激烈的冲突。为什么？这没办法，这是路线决定的。但是伊朗那边也不消停，伊朗的内斗那是更激烈。为什么？最近关于前总统内贾德，是吧？这个传言是越来越多，包括美国媒体报道，包括伊朗国内自己的媒体报道，内贾德以各种形式出来辟谣，要么是辟谣，要么是被露面。这个内贾德好像又那什么了，出来声明。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7月14日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称这是企图利用当前伊朗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纽约时报的报道咱以前介绍过了，内贾德怎么被以色列摩萨德策反，主要说是内贾德是他个人权力膨胀，想问鼎九五之尊。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在伊朗在国际社会传这样的谣言无风不起浪，只能说明一个，那就是伊朗内部裂痕在加大。为什么？这个内贾德大家都知道啊，实际上他跟那个穆杰塔巴曾经是好搭档。内贾德能当上总统，实际上是穆杰塔巴帮了不少忙，穆杰塔巴是鼎力相助，所以内贾德第一任总统跟穆杰塔巴关系还不错，而且内贾德当总统的时候遇到困难都是穆杰塔巴帮了他不少，比如说镇压那些反对内贾德的人。穆杰塔巴手上有民兵巴斯基组织还有卫队协调镇压。但是在内贾德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的时候，内贾德就有点怎么说，他就认为毛拉神棍政权在上面，就他想改变这一切，伊朗变成个世俗国家，而不是这种神权。那这个都触动了他们，对吧？他们的这些人的根本利益，毛拉的根本利益，教士集团。所以内贾德就被打入冷宫，永世不能翻身。而内贾德也很厉害，总统他利用他手上的权力，他搜集了伊朗很多家族的这种手上的叫黑料，而且他扬言，如果他要出问题，这些黑料就会在国外曝光，大概这意思吧。所以他也安全。那现在为什么传这个谣言？我个人认为，穆杰塔巴虽然是领袖，但是他手上权力很弱，因为毕竟他没有哈梅内伊那样的权威，他这个时候是个弱势的领袖。弱势领袖那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内贾德他向穆杰塔巴效忠，重续前缘，要投靠穆杰塔巴，穆杰塔巴也同意了，那这个就动了其他人的利益，那其他人就要斗内贾德，这个大家都懂，是吧？这是一种可能，要不然不可能老在内贾德身上做文章、搞新闻，对不对？搞事。第二个什么？第二就是穆杰塔巴他不放心内贾德，穆杰塔巴重新就是他巩固、掌握他权力的过程中的最大的威胁阻力，也是内贾德，因为内贾德的名声望比较高。所以他要打压内贾德，这也是一种可能。从内贾德向穆杰塔巴效忠，他自称自己是伊朗的小仆人，这个说明他想付出，他恐怕是想巴结穆杰塔巴。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大。那内贾德向穆杰塔巴靠拢，自称是小仆人，希望这个不计前嫌，看在以前合作的面上拉兄弟一把，给兄弟一次机会，那这就看穆杰塔巴了，对吧？但是伊朗其他的派系肯定是不愿意的。现在分蛋糕的时候你来了，扛事的时候你走了。不管怎么说，内贾德现在这个新闻炒得比较热，都是反映伊朗内斗是加剧，甚至是公开化。所以我们要继续密切关注特朗普，他接下来还会怎么样去扩大他的军事行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